兄弟姊妹平安。咱用着调心来到上帝圣殿，咱要到底来俄罗咱的主。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哦。咱今仔有一寡咱社区的好朋友吼，因可能有一点仔可能会听无台语哦吼，但是咱拢总会当真欢喜。微笑是最好的语言，是吗？所以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我们要来唱歌我们要来赞美哦哈，咱要来俄乐咱用大声唱哦。好，来，咱唱。大声！我们要来赞美这一位上帝，他是丰盛修树让金红行他是我们的牧者，是牧者，就是像那个牧羊人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的所以我们俄勒的是我们要来赞美那所以我们来看上帝的话怎么记载在诗篇92篇，咱三角来读上帝的话好，请。真好感谢耶和华，唱歌俄勒你赐管你的名，早起时报扬你的慈爱，暗时报扬你的信实，用10条弦的乐器用琴弹颂扬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你凭你的所行，让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的来快乐，咱要来感谢咱要来俄乐来赞美这位上帝伊是至关荣光的主伊施恩伊下面了下咱拯救咱来脱离迄个困难的中间咱当然嘛爱来认罪因为咱人的心自私我们自私真的不可否认，我们有时候选择的时候以自利、自己的利益那还有我们自以为是觉得我们自己是才是对的这个都是得罪上帝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再回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今仔日咱有双大的好朋友在咱中间所以咱来用这个咱来祈祷好不好咱这个祷告我们是华语嘛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词照着这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慈悲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慈爱怜悯我们的上帝，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赐下赦免我们罪恶的管道，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
使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你的恩典之路，不要离弃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咱们继续来祈祷我们继续要来祷告这位神很关心我们这位上帝真在意咱心内咱人生中的需要不是干那关心不好，咱的上好的朋友嘛，跟咱关心嘛，但是伊无大关联。只有关心我们的朋友陪我们，可是他没有能力帮我们解决，其实也是枉然嘛。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困境。我好像只能陪伴你，听你说，但有一位上帝是全能的，他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在他的时候他要来帮助我们他来医治我们，来恢复我们，来医治咱，让咱得到恢复嘛，加最咱的引带。在我们人生道路十字路口的时候，他要引导我们前面的路。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可以做呢？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虽然是读台语的那我们一起来尝试看看学新的语言，就让刺激我们，让我们这个脑筋更新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下。耶和华你看你的对敌，你看你的对敌的确退无，一切做歹的人也会四散，总是你予我的角也亲像高牛的角，我是受心的有我的。我们的主关心我们身心灵，咱的辛苦，咱的婚姻，咱一切工作，咱的学业，咱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主是全面的，他有全方位，他无所不在，所以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全知，他是全在，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恳求神来医治我们。好，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有人为你祷告，我们的牧长跟我们的长老穿背心的长老可以为你到你旁边，到你的边来为你来扶持，所以你也当站起来如果你需要有人祝福你的你可以站起来那如果你觉得我有信心，那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需要被上帝医治的地方。你有信心，你也当将你的手放在你感觉有需要上帝医治跟恢复的所在所以咱有需要，请你当起立。如果你有需要，请你可以起立。那我们可以用上面的这个祷告来祷告。需要的，请你起立。那好，来我们。有需要的，我们请我们的牧长到旁边来为他来祷告，也请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主你看见，主啊你看见人，你听见人的呼求。主啊，你不轻看，主你知道人的需要，你是超过这一切的主。主啊，你比人，主啊看得更高更远，因为主你站在那个至高处，主你知道我们的前景，因为主你是过去、现在到未来，主你看得一清二楚，主你有办法，主啊你总是有办法，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你也成为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决定的主，因为你要赐我们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的喜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用上面这个祷告词，我们一起来呼求跟祷告。请奉主耶稣的圣名宣告，我要用信心将一切的忧愁烦恼交托主。凡事我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向主倾心吐意，祈求主在我身心灵一切的难处上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我，
使我可以向人见证你奇妙伟大的作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也要为今天的主日，我们守望祷告。咱们为着今仔日等一个礼拜，我们等一下的礼拜，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请。义人要兴旺，亲像草树；要大汉，亲像黎巴嫩的碧潭树。既然在伫耶和华的厝内，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会结满满实水。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伊是我的相伴，伊拢无不义。主要来祝福我们，不管什么年龄。刚才这个上帝的话的意思就是，到老我们都还要是能够像树，可以长大，甚至可以结满果子的应许哈。所以我们要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啊，为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像这十字架一样哈。我们先跟神对准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会倾倒哈，不会倒来倒去哈。咱跟上帝好的关系，咱嘛要为着退休的传道牧者来祈祷，或者牧者身心灵会当健康、稳定满满。为着今仔日咱的宋大主日大家总务部会，甲咱伫即马的楼顶6楼甲7楼有圣诞趴儿童甲家长伫咧咱中间为着这祈祷将这个好消息传到因的中间。咱嘛为着阿加佩儿童领袖小组会当顺利求助来掌管，要为着第2区第2组甲第5组陈丰盛区长甲组长严吉慧长老甲罗家军小组长因遮就小组员因伫身心灵拢当健壮，伫小组内面彼此来提携当彼此关心，伫性命会当长大成熟哈，彼此来扶持，恳求主来带领，请咱起立，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一起来祷告说：感谢上主的恩典，你是查验人的困苦，垂听人呼求的真神。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力量在于你，因为你应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向我们彰显你的慈爱与怜悯。愿我们在敬拜中与你相遇，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如入切慕溪水一样来寻求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是台语的哈，那所以我们用这个台语的来祷告一次不会没关系我们听一下台语的怎么来祷告哈，来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在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大卫的后裔约瑟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点到第3支的蜡烛，这是牧羊人的蜡烛，要提醒咱牧羊人听见基督降生的宣告时，是满定欢喜喜乐。预言已经得到应验。
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临，所有热切追求的人满心欢喜。互阮有5望的主，愿感谢你，你的拯救之恩点导阮的性命，互阮黑暗的性命有了5望，互阮的心得到欢喜。阮是靠你来，互阮的性命有快乐，有5望。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只是要用喜乐的心，用欢喜的笑容，咱就笑眯眯来到主的圣殿，咱做伙来学习咱的主上帝。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除了讲伊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咱就笑眯眯，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主捌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这是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咱用咱的全心全人，咱要来比动作，用咱的歌声，用咱的动作，做伙来学习咱的主。所以，请大家兄弟对阮来，咱来比动作来学习咱的主。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我讲伊若伤心的人，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来，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主捌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做伙来，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笑眯眯，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主若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哈利路亚！哎感谢主哦，这是咱的身躯呢已经拢火热起来，对不对？是，我只是要邀请3楼的兄弟来比动作，2楼的兄弟咱来唱。来，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主捌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请2楼兄弟来，3楼来唱。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
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拜。主捌讲，伊若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做伙来。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要拜拜。主捌讲，伊若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兄弟请坐。保罗万甲是咱讲，着常常欢喜，着凡事感谢，着祈祷无煞，因为这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咱的旨意。当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要我们在每一日，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阿妹吗？阿门。咱做伙用欢喜的心，常常欢喜。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过来一遍，来。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基督无煞，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凡事感谢，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常常欢喜，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常常欢喜，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基督无煞，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基督无煞，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着凡事感谢，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着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旨意。点伫基督所定的旨意。感谢主，主来到这个世间，伊讲伊要将伊的平安留给咱。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间，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就是疼，伊要将伊的疼分享出来。伊嘛教示咱，咱爱定定将主的疼分享给咱四周的人。我要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分享主的疼。有一款疼对伫你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接袂头，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
用心来听，从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较己这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到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有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千回头望袂着，却看袂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家己这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到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家己这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到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家己这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到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请咱做伙，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请咱做伙，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听阮的主耶稣，你彰显天父上帝听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你的百姓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主耶稣，你用你的生命，成做听的显明，为着阮的罪付上代价，互阮无搁再用这个精神，无法度拄起阮的罪的方式，直接来献祭，也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对未来是有盼望。主耶稣，你也爱阮，就要常常喜乐。当阮倚靠你，你是迄个喜乐的源头。喜乐嘛，通成做阮生活中上好的药，来医治阮的心，透放阮的心灵。你也爱阮常常祈祷，因为祈祷，互阮会通领受你的心意；祈祷，互阮会通知影安怎对你来求讨，也得到透放。你也爱阮凡事感谢，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阮拢会通感谢，就迄个看袂到、迄个奇妙的溃烂，就要充满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感谢主，互阮透过学乐敬拜，邀请你伫即个所在来掌权，甲阮三甲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你是甲阮三甲做伙主。你知影阮的心思，你知影阮的意念，你也知影阮伫这时阵需要你的倚靠。
帮助阮，互阮会通倚靠你。需要你的引带，互阮会通继续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时要来唱一首诗歌来讹罗上帝，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起立，咱来唱2.5次。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作伴。咱着生效伊的恩，日日永有出。好在的橄榄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较因带，后来阮的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为啥今世，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稳定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作伴。咱着生效伊的恩，日日永有出。好在的橄榄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为啥今世，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为啥今世，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将我乐归给上帝，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这是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阿罗你的名。主，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统管一切，你为着听阮，道成肉体，受苦牺牲你的性命。你会拯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无阁受罪的捆绑，互阮通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到怜悯，得到恩惠，经历十字架顶的救恩，并高举你的圣名，阿罗你，我要将一切拢归荣光予你。大港节的第3主日，原来点到第3期的哪节？是代表宣布甲喜乐，主当阮经历主耶稣为阮来降生，互阮对罪中得到讨放，阮就确定耶稣基督就是迄位为阮所咧听候的救主。为着安尼，阮用听甲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用宝血洗清阮，无阁纪念阮一切的罪过，互阮有反悔的机会，点到阮对你的热情，求你加添阮对你的信心，主啊帮助阮。面对最阮生活中的挑战难题时，
阮恳求圣神，你亲自来加添阮气力、甲信心，开阮心灵内面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作为，无我靠家己，独独来信靠上帝，仰望天顶的爸，听你的教示甲求智慧，将一切毋望放伫上帝。天父上帝，伫阮肢体中间有人身体病痛，心灵欠安，也有失去亲人。伫昨日，阮也感谢主，阮所敬听陈德阳牧师，以及这一切个别，拢平安顺利，阮来献上感谢。总是阮要求主你，这个肢体因的欠缺，因的患难，愿你施落怜悯，用慈悲来款待因。互因逐人心心灵拢通得到主的安慰甲医治，上帝你亲自来背起因的忧愁、痛苦甲重担，互因通得到逃亡，享受伫主内面真正平安甲喜乐。今仔日是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日，我也要为着侪这退休的牧者来祈祷，主伫退休休困这个时间内面。你保守因逐人心心灵拢通有健康，恩典满满赏赐伫因的身上。今仔日犹原是上年大学的纪念主日，主愿看见这个时间会通招募侪靠无主你恩典，这兄弟姊妹来到这个中间参与，求你祝福祝福满满伫上年大学每一个师生的顶面。互因所做一切，拢会通利益伫咱的身躯，利益伫社会，利益伫因的家庭，搁较互因来有机会来认捌耶稣基督你这种稳定信仰伫因的顶面。总务部会在侪时间，在开会要来计划调拨，主求你亲自来掌权，互因逐项拢通得到顺利。阮的小组的时间，为着这区长、小组长。我们嘛要来祈祷，求主你赏赐愿心心灵永远健壮，所有的兄弟姊妹出入拢通平安。祝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逐人的心上，互每一位这组员拢会通委身参与伫关怀小组内面。求主接来阮再去这场一礼拜甲学乐，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下面咱要来教读启示文，启示文第32诗篇130篇，咱就来看影幕顶头，我来刻，咱来用。上主啊，我对深渊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耳耳间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谁人徛会牢？总是你为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下面咱要请上林大学来献诗。上林大学今早起要为咱来献2首诗歌。第一首是《美丽的美丽岛》，第二首是《爱的礼物》，听的礼物。
演颂到这个美好的献诗的声音，荣耀归给上帝，喜乐归给每一位献唱的每一位松仁大学的同学。下面咱要来共读圣经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4节、第8节到11节。相关的银幕，请咱来看银幕顶头吼，相关的页数吼。我要用白话、台语、汉语本的语言来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4到第4节、第8节到11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无香水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哀，懊恼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的，来显明家己的眼光。因要起造古早趴远的所在，建立早前冷静的位处。也要修理趴远的城，就是代代冷静的位处。第8节，因为我要花爱公平，万分不义的抢劫，我要照诚实报应因，也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裔要伫列国中，互人捌伊；因的子孙伫正百姓中，也是安尼。既若看见因的，要认因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袍甲我满，亲像新囝婿滴水的帽，阁亲像新娘装塔保密。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角布艺；园怎样，互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恼发生伫万国的面前。下面，咱要请本堂的老应严牧师来讲道，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喜乐来，喜乐来”。有牧师甲兄弟姊妹平安各位同学平安我用我今仔日用2种的语言咱三甲来听，咱三甲来学习喜乐来，喜乐来，不是喜年来，但也是喜年来哦怎么说呢？我们今天慢慢来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其次，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从这些话语真的原来不明白，我们本来袂明白。总是主你来开帖，互阮遮的真侪阮生命中的帮助，嘛互阮真侪阮的尊敬。这些话语启示我们照这样去行，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智慧源头跟赐福的源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爱做真侪决定。我毋知影咱大家有去摕这100块无？有的人看会当互我知。有毋是，是八头毛兄弟姊妹咱差不多一个月以前1个月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政府一直鼓励人家要去打疫苗快大家爱理不理这个那样这个那样的总是100块。一公布啦，有没有人去？有，你怎么知道？电视有报道，多少人去？满山满谷这不是过年的情形这是100块的情形
亚里基北，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怎么1个月前跟1个月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让人的心改变呢？1个月前心情可能还不太好，在那边这个叨叨念这个还这么这个那个啦哈，是因为我们有双标吗？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巨婴的社会呢？那有2个标准，什么标准？当我今嘛啦顺我意食呐，逆我食忘掉哈，顺我者意的，我就怎样欢喜快乐；逆我的，跟我意思不一样了，我就把你怎样取消。这个叫取消文化。这年轻人很多，就是你以前跟我再怎么要好，今天只要不合我的意，我就把手机拿起来把你怎样？删掉。这来行哎，这个很多人知道，把你封锁掉哈。什么原因？双标之外，2个标准以外，搁一个，咱就是大汉婴啊啦。什么叫做大汉婴啊？就是敢若一个婴啊，像一个婴孩。我只有要对我有益的，要对我有利的，要跟我一样的，跟我不一样的，你们就是拒绝我，你就是拒绝我，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否定我。我像一个婴儿，我只有要，以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快乐的，本来是欢喜快乐的哈。6个月前，你来当去抽到排到莫德纳利安娜，哇，迄就是65岁以上的哈，BBB 的哈。65岁以下的要莫德纳很难，但是到了上个月，哇，现在你随跑一追到还有100块，太早去打了，对吧？你又心里很气，要知道我就现在在打。那你心七上八下。亲爱的大家，我们到底怎样这个心才能真正的一直快乐下去呢？还是这个快乐是快快不乐呢？我们需要认识一个可以拯救我们，已经宣布，他已经宣布你要被救，我要被救，那这个是很值得快乐的。可是何以我明明被救起来了，还是有人又跑去自杀？我想这个很多例子，好不容易人家救起他，但是他就是不想活。那么怎么样子才是人真正可以长久的快乐？我们基督徒称为喜乐呢？什么叫做喜乐？咱得喜不得喜，咱都爱喜乐。喜乐是上好的药，喜乐是良药。何以呢？吃了药是代表你生病，那还有哪里有快乐可言呢？当然有，没有快乐。因为那个快乐是让你快快不乐，但是我有喜乐。那么请问快乐跟喜乐差在哪里？只差1个字吗？其实差多多呢。怎么多呢？如果我们的生命用一个比喻好了，叫做我们的生命是一台车的话，我们的这一台车，这个人生的旅程只能往前。昨天我们的牧师陈道雄牧师，他的告别礼拜，他的 program， 他的那个程序单是用一条铁路旅程，我非常喜欢。人生真的像旅程，人就是行一条路，这条路人生的道路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敢哪会当进前啊？因为时间一直过嘛。那么我们只有往前，那么往前的这个台车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人，幸好好在在这台车有什么？后视镜，我们的生命都有一台车，这一台车有后视镜。这个后视镜有什么好的？当然嘛好，因为我们可以看看过去。虽然我没有办法回头，但我可以从后视镜看到我过去的生命发生什么事。大家如果有听昨天的迦南之声，回去要听了；如果没有听没关系，还来得及，你就点它。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眼光。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眼光看过去发生的事？过去虽然事情已经发生，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事实，可是我却能够有新的眼光，解读新的意义，对我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那么力量是不一样的，那么喜乐是不一样。很多人应该知道，真侪人知啊，
营养不是对，没晓走路，还不会走路，我就得小儿麻痹，是因为打错针，不是打错针，那一桶疫苗是过期的，就是它太过活跃。那你会想，我明明开好这台车，为什么会有那个疫苗来撞我？是，咱的性命就是安尼啊，我就开甲好好，你来给我弄创啥？是吗？别人的错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而我这一台车要被猫过去呢？我是这一脚，其实我是两脚都有，夫就得症，走路就感觉看不出来。感谢主，我就能够每天喜乐。所以，亲爱大家，我们有后视镜可以看，这是一件感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快乐去，还是快乐已经走远了呢？是哪一个呢？快乐是快快就不乐嘛？何以事实是这样，让我却像做梦一样？在这个圣经里面讲，我跟他亲像做梦的人，我人生像一场梦啊。我们基督徒说，死亡像睡着一样，我睡了，但我要在哪里醒来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是一个有救主的，我死亡人生最后，我开车开到最后，我死了。原来我醒来的时候，醒在这一位救主的旁边。哇哦！如果我醒来的是那个没有主的地方，哇，那就很辛苦。所以这位上帝他来拯救，他怎么样来拯救？他行奇妙的事，我们就很欢喜。今大书咱就真欢喜呀！在诗篇里面讲，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其实就是在讲，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什么各大学院教都要开经典？圣经就是经典，它有历史在，确确实实的。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其实在历史中间是真正发生的代志，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在主前，也就是在西元前700多年前，他们早就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今天的经文有读。他在700多年前他就已经先预告，所以他叫做先知，说在你们要被巴比伦灭国。犹太人以色列被灭国，这还有什么喜乐可言？有，他已经宣告说，你们在那个巴比伦70年以后，70年已经不是在巴比伦王国了。70年，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历史就已经到哪里了？波斯。波斯的王竟然用怀柔政策，让在被抓到那边的人，有第一批去的但以理，有以西结。还有很多的这些顶尖的，当时候顶尖的精英被抓去那里，但这个以赛亚先知说：你们70年，你们还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我们有去过圣城吗？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像这个浩浩荡荡，但是他们一回到他们的故乡，70年应该是很快乐的事啊，快快乐乐。但是他们心里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就怀疑了，心的怀疑啊，是安那？啊，啥啦？姓啥变安尼？啊，是安那？拢真怕远。啊，那跟阮古早离开的时候完全无同款。怎么会我回来以后？我从70年被苦待，明明神让我释放我，让我回到了我的家，但我却怀疑了。本来很快乐，是变成快快不乐。主啊，你是不是已经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家已经不存在，我们家有别人进驻了。我们刚刚才读的以西结，已经别人进驻来，我怎么赶他走啊？我的心已经不快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这种情况？明明家心很快乐，对吧？但是呢，不小心看到别人家的，我家4%就欢喜；不小心看到别人家14%，你马上变怎样？会快乐还会快乐的人举手，给你拍拍手。为什么？比较嘛。为什么我们一比较，本来快乐是变成不快乐？因为我一比较，我只看到我没有的。亲爱大家，如果我们的生命
只在比较，不是感恩知足，那么我看到的就是我没有的。所以好不好？我们的眼睛这一台车很好，有后视镜，这些历史的人物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从中来学习。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若看到历史，后来他们是怎样？其实他们后来是建国，特别是复国哈。他们虽然有经过2次世界大战，对不对？他们可能又被苦待了希特勒，哇，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一群。可是我们现在一讲到以色列，我们的手会怎样？叮，有人跟我一样，我们去过以色列哈。所以，亲爱大家，这个后视镜，让我们从这本书来学习，取得经验。这台车还有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很重要的？当别人犯的错来给你，你这个时候什么东西你看不见的东西会跑出来的 ？Yes， 有经历过吗？他看不见，请问安全气囊在哪里？你告诉我，有吗？你看不见，但是它存不存在？阿妹，有一位神，你看不见他，但是他成为你的安全气囊。阿妹吗？亲爱大家，这台车还有一个，你倒车的时候需不需要那个什么雷达，对不对？虽然这台车没办法倒，因为是不可逆的，但至少我可以知道有车来了，对不对？响了，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赶快往前让它过？救护车从后面一直来了，我可以想，我们这一台人生的车有主与我们一起，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安全气囊看不到，但神是我们的安全的这个山寨，是我们的力量来源，是我们的盼望来源。看不见，但它真实的存在，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乐在那个最终，我们只是说好啊，我被拯救了啊，我换了一个位置，我就换了一个脑袋。就像这些经文说的，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其实58、59就讲到说不公义的事情这些不公平的事，那讲白贼啦，讲歹话啦，用你的手互人互人跋倒强暴、强暴，硬是用抢的，这隔断上帝跟你的关系，就是这些罪、这些不好，这些不是神符合神的公义的。抱歉，你就是快快不乐，也就是你的心已经去所谓的中心化我们现在知道元宇宙去中心化的心，你的生命中心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中心已经把这位主、公义的主、拯救的主，把它换掉成我，就快快不乐，而不是喜乐。当这些人从波斯一路回到他们的圣城的时候，他们快快不乐的时候，他们想要复兴，因想要再次兴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禁食？在以赛亚书讲，因就禁食，但是有效无？根本是无效啊！咱看经文就知啊。所以您说我们禁食那个你写书无看见。万告我念台语了哈，我们念一次台语给你们听，好不好？来，请咱读起来，来，请。因讲，阮禁食，你写书无看见；阮刻苦阮的心，你写书唔知影。看恁禁食的日，要顾家己安乐。强迫人甲恁做苦工，意思就是说，你再怎么禁食祷告，如果你不是合神的心意，一切都白搭，因为你的行为是让别人不公义。亲爱兄弟姐妹，因为咱的主听每一个人，他不会让一个人受到不公义跟不公平。当一个人受到不公义、不公平，我们可能要注意哦。我们让别人受害的这个人，我们千万要小心。你再怎么祷告禁食，对不起，不会应验，因为这一位神是慈神爱所，他因着公义，他要拯救那被迫害的，要拯救那贫穷愿意依靠的，要拯救那个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心
换掉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惨了。但神有慈爱，他说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再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我们生命的指导，那么我们就会维护那个喜乐。特别是我们常常自以为看见，自以为实现，自以为我刻苦，自以为我们教会就会复兴，我们个人就会复兴，我们的国家就会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很多很热闹，其实没有。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诚实公义，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爱我们的样式。爱不是只有针对这些人而已。亚弟姊妹，神没有只爱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爱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松大的各位。如果我们在那个受苦中，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爱我们，神要给我们一台新的车，你要哪一台？开始算咯，开始选咯。好，上面的右边白色的1，中间2，然后那边3，要看快一点咯。好，下面那个白的是宾士对吗？哈，好，然后中间的，好，来，好，5、4、3、2、1，几号？6号。好快，都没有人选了。好，要收起来咯。好，我要几号？我要特斯拉的。我要自动驾驶，谁来驾驶？属天国的神来驾驶。那么有主来驾驶这台车，我就真的救主已经到我的生命。今天神有怜悯，他看到无人拯救，他就伸出他的膀臂。他伸出，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救啊，救啊，主的救恩就要临到，而且咱爱真多嘿，跟主同款。我们要在爱里面是有公义，神有公义跟拯救，那我们一生就是在喜乐里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音乐牧师讲这么多，其实要告诉大家，主前700多年前，先知已经预言700多年以后，有一个小孩被高的比哥的这个耶稣基督比赛呀要出世。他出生的时候，他要宣布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得着拯救。这个应验了，因为这句话是在新约耶稣出来演讲说话第一次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我们今天读的多福气！今天12月12号，今天2021，我们也读这个话，也就是这位上帝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他的每句话都会应验，不会落空。咱的主每一句话拢会应验，只要咱愿意来相信，安尼咱的生命中，咱就有救主。咱这本册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跑不掉，白纸写黑字，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心有2个，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哇，原来我需要被帮助。我不是最厉害的，我需要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这一位来救我。我需要搁一位比我更较大的来救我。问题是，什么人要救你？第二个，你要知影找到这个真正的会当救你的，不是咱讲安那，抓药找什么？找鬼拆药单。不是那个，我明明那个要害我的，我还找他去这样救我，那反而更糟糕。所以信心2个很重要。我愿意吗？我知道我自己需要比我更大这一位帮助我吗？还有第2个，我相信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因为从刚刚经文就讲，从过去事情一直应验一直应验所以这位主是个真个活的主所以咱对上帝话语真正要真明白，我们对上帝的话是要很明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他喜爱的是什么。亲爱的大家，今天的经文其实中间断一段，有没有发现？不是讲伤长无书不爱好阮读较济不是太长，所以不要让我们读，不是。而这是中间的3节是讲你跟我们要成为那个祭司。我们一起来读不好意思，我们读台语给你们听来，请
总是恁要称做耶和华的祭司，人要称恁做咱的上帝的妻婴，恁要食用列国的财物，得到因的荣光来夸口。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那个桥梁，我们可以连接上帝，祝福只要愿意的。这也是我们社区做的。我们希望我们领受这个拯救之恩、喜乐，来成为一个管道给众人。特别这个经文最后是给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儿女哦。我们刚刚有读经文，所以这位神不是只在我们这个人，而是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都要成为那个连接者。咱拢要讲做这些，人拢讲做这些，咱也当为人祈祷，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社区好朋友，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找音乐牧师来祷告。啊，我的名字是这个。从出生就这个名字，不是后来才取的。你要许愿都可以找我哈，我不会应验，但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会应验的。来祝福大家，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的生命中不只有救主，还有一个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这一台车是有方向，人生的这一台车是有方向的。但我们亲爱的大家，我们的有这一台好车，不是这样而已。我们真的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安慰很多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因为神不是只有要我们好而已，要大家都好，因为他就是爱。当我们今天不是庆祝耶稣诞生，他早就诞生了。我们今天的代降是庆祝什么？他要再来，也就是不好意思说，就是但你们要听清楚啊。他要再来算账，是他要再来算账。我们这一台车到人生的最后都要算账，都要交账。人人有一生有一死，这是真理，而死后必有审判，这是真理。但我们在等待主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应许。咱在等的时阵，咱以后咱一个应允，下面应允。我们说，上帝的国已经来了，在哪里？在哪里？来了，就像那个种子，你看不见黑黑的，你以为它是灰尘，但它放在土里面，它是木瓜的种子，它放下去，你会说，种子树已经开花了吗？有了吗？有了吗？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说，上帝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而且我愿意每天浇花。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每天浇水。有一天他要还要发芽。上帝国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在你跟我愿不愿意行出上帝的爱公义。神行出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句话是很大的祝福，就是凡是地上所长的，它自然就发生，自然就长出来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用台语请。因为土地安怎互别行的五国不义，安怎互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乐发生伫万国的面前。是，所以公义，如果你现在处于被压迫，你放心好了，这位神会为你伸张的。就像地把种子栽下去以后，它就是会发芽，你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功夫。神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台车，我们刚刚已经讲，人生的车不只是需要车。我有好车，请问还需要什么？新车买了还需要什么？啊？拍谁？我没听。有路可以开，很好。我这台车哪无路边呐？啊，请问有车无上面或者路？上帝的话就是路，为你开路。请问有了路，有了车，能走吗？没油啊，没电啊。请问什么是我们的动力？圣灵，我们透过祷告，圣灵成为我们的动力。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才不会觉得苦哈哈，我们忧郁，我们这一台车走不了。现代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动力，因为他看不路。我们对上帝的话不够认识，看不到路。
没有动力，这台车没有圣灵的力量，家庭与我们同在，开不动啊！所以邀请大家，明年我们一起来跟神一起开路，透过共读一起，尤其是对上帝不认识上帝话语的人，一起来读。也邀请一起来读，3到4个人，我们一起来。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位上帝，不会祷告没关系，3到4个跟小组我们组织起来，音乐牧师可以陪大家。当然我陪比较效果小。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与神同行，那么我们会共同享受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每一天会很喜乐的成长哦。活到老，我们就要学到老。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我们共读、共求、共享，还有主与我们共行哦，哈！邀请大家等一下有牧师会报告。那我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歌，哈，让我们这个人生笑微微，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愿意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啊，笑微微。好，我们一起很欢喜来唱这首歌。咱就笑微微，大天笑微微。打刚就是每一天，哈，来，咱就笑微微，打刚笑微微，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微微，打刚笑微微，咱的耶稣为拜的，主甲讲起那伤心的人，他的心困意，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出路。再来，咱就笑微微，逐天笑微微，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微微，逐天笑微微，咱的耶稣为拜的。主甲讲起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出路。咱就笑微微，逐天笑微微，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微微，逐天笑微微，咱的耶稣为拜的，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行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出路。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使我们心可以喜笑，我们喜乐的主，因为我们人生这一台车，主，你愿意亲近我们，特别是那伤心、心里忧郁、心里知道需要神的人，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在我们这台车，你来掌权，你来驾驶。使我们的人生这条路，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心都知道，我们要前往人生最后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主，你跟我们算账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有人替我们死，有人替我们代罪，使我们不在那个被惩罚当中，
使我们有永生。我们不致灭亡，我们反而得着那永生。如今我们就能够每天靠着主你的喜乐而喜乐。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咱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咱的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最你乐言高之心，是欠每日天何中，归言个你万里过。我也求爱你绵连，为着我做最切言，我靠要为你献，胸胸天野里行无限。我也想迎合你言，我喜我乐做不停，我先吹顿来叮当，不断好音来叫人。请我们起立。慈悲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的日子，你投日赐福阮，保守阮，伫阮人生的艰难甲困苦时，有主的圣手来扶持。阮只有单单透过感恩甲有信心的祈祷，主你就要来成就。主阮要用感恩的心来学劳你。这时，阮也甘心乐意，将阮所献的金钱、时间，来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所有的事工推动，一切顺利，归荣光主你的名。阮伫主你的面前，诚心诚意恳求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请义牧师来报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咱要报告的大先，咱先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下来做礼拜的兄弟啦吼。咱李春基姊妹吼，这有伫咱的据点的吼，来，该欢迎一下来。伊拢定学了我帅哥，我拢学了伊美女。第二位吼，齐慧欣姊妹是位新姐妹来吼，这是丁恩的表妹啦吼。第三位咱欢迎施启年老师吼，伫咱中间吼。今仔日来代班啦吼，伫遮吼，还佫有无？咱松大的
即个社区的朋友啦吼，徛起来甲恁欢迎一下啦吼，咱双大吼。其他会友陪因徛啦吼，请坐。其他个有无？头一遍伫中间，哦，好。那无咱来看周报消息，看周报的消息。咱已经正式到伫抬杠节的第3主日，咱用宣布用喜乐上帝恩典要来到伫咱中间。咱今日也是上年大学的主日，还佫有退休传教士奉献的主日，请咱关心大道甲奉献吼。特别为着这个退休的传教士吼，这个牧者因伫因退休的生活中间，佫会当继续伫遮来分享服侍，安尼较袂真紧就安尼退化去吼。咱伫明年的1月初9，1月初9咱有要举行第一遍的圣礼典，第一次圣礼典若要洗礼报名洗礼，伫12月26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伫后礼拜后礼拜咱有即个圣诞的赞美礼拜吼，咱先来看一段影片。这是头一遍咱的诗班甲爵士伫遮相遇伫遮结合。有影片啊？后面有啊，再下去。后礼拜第2场的礼拜吼，若有啥物对即个影片有啥物疑问，请你后礼拜来听就知。咱12月25后这下一个，12月25后咱有这请乐界四重奏伫这中间来音乐会请咱把这时间未报名的吼，你会当家己来买嘛会使啦你若会友你拢会当家己回家来听。毋茫咱也当透过一加一来试酒，即个带一个慕道友来做伙来听透过即个机会中间牧师嘛有短分享安尼所以要分享福音的机会透过这音乐，其实这音乐拢是对上帝来啦好，请咱把握这个机会。好。咱今仔日咱互咱的兄弟报名到今仔日继续过来就是咱的社区遮拢会开放，互因伫迄中间来参加所以咱请把握即个机会，你就继续继续。咱的周报方面已经伫明年的中间设计出来OK， 就下来，他没有来。红包我拿。
好，过来咱明年要推这个圣经的强读啦吼，你家己读甲有当时啊读甲出来记忆吼，无法度出来吼。进入到伫迄个利未记吼，献这献迄吼，你毋知啥拢无安尼吼，就搞不清楚要怎么样献。耶稣来互咱安怎，毋免搁再用这祭牲啊，吼，毋免搁再用这三星素果吼，用你的心灵甲真实，用你的心灵跟真诚吼，或是真理。来敬拜吼，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变怎伫这个中间来经历上帝恩典祝福，拢伫圣经内底吼。你若要强读的吼，你会通买这3本册吼，3本拢总500块，这是教会有补助，但有这个介绍啦吼。咱会通伫个做伙来读吼，深来读吼，伫遮才会当了解上帝福气甲应允。咱会请这曾信德老师会当伫遮来说明在12月21号晚上恁是说中间有8点20的时阵咱会当兄弟姊妹，恁有兴趣会当上这个Google Meet 伫这中间来做伙听咱知影讲免怎读。牧师嘛会甲咱分享明年的讲道、明年的读经的进度迦南之声等等，这读经拢会当照咱做伙的一个进度来分享。咱伫12月24日的暗时8点晚上8点到9点，要伫统领的这个百货公司的1楼，伫后平安圣诞夜的晚会请咱爱登记就是讲咱若要穿圣诞老公公伫遮中间来服侍请咱伫1楼的公布栏1楼公布栏伫遮来登记报名暗时7点半来集合这有互你分享福音的一个机会，请咱把过去就是讲咱伫星光3月伫遐报佳音的时阵话无报啦结果后壁迄个餐盒拢摕无。就无够啦，所以咱拢有一个好习惯，拢无啥爱登记，你知无吼？这是无啥好的习惯啦所以咱拜托咱伫楼骹你若要参与伫楼骹伫遮来登记。咱伫今年要结束所以伫奉献的中间咱会开奉献证明伫信用卡的部分12月26截止下晡12月24截止若你用来配咧奉献的12月24若现金奉献互你对今年奉献甲明年拢袂甲你停止安尼所以今年这现金是会通到伫12月31。咱青年牧区游园伫12月25下昼2点到5点，咱斗若有青年人，咱鼓励伊来参加伫这个青年牧区的圣诞玩过头搁有咱的这个冬令营，这拢已经开始报名，名额有限对这明年1月26到29，搁有即马咱伫楼顶嘛有这个囡仔的魔术圣诞趴这冬令营名额请咱拢先开放咱的兄弟的主题今日孙过来就是会开放的社区若一开放的社区一个就拢满所以请咱注意伫遮咱牧师娘定恩副小咱伫遮搁一边徛开来甲因弟鼓励者啦嘛甲咱说多谢伫这诚侪继续为因来祈祷特别失去迄个至亲伊可能哀伤求主继续来安慰扶持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两遍，做伙来。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公义做袍甲我穿领使带水的帽。搁亲像新娘装塔保密。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搁一遍。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情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公义做袍予我，
亲像青竞赛带水的帽，搁亲像新娘装塔保密。以赛亚书61章，迄应该是用公义做袍，甲我抹啦吼。好。咱最后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咱请老牧师来做祝祷，请咱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偏照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顺你平安。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家人，愿意相信者，使我们的生命知道有一个目的，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上帝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医治。上帝听真做咱的医治，互咱甲上帝和好，甲人和好，互咱的性命得到拯救，得到支持甲引带。亲爱的圣灵，成为保惠师，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与你们同去，从这里出去到家里，到工作，在社区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成为光，成为盐，也有主的平安。主的平安，甲恁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请坐，殿乐。咱今日礼拜就到这，礼拜到这边啊，咱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伫未来一礼拜中间。